底想怎样啊？对不起，我要出家。现在下午3点多，他都已经稍微有一点累的那种感觉了。可能因为精神不济的关系，所以大家就是不小心有跌倒的这种状况发生。就不是很难的。这样对，你要的是握拳。我也希望我可以拍啦，但是我长得不够好看。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？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却无人倾诉吗？年轻学子们站出来，说出你们的想法，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。闹辩风下强力征求学生辨识，只要你敢说，我们就敢要。赶紧拍摄影片，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，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。还有，别忘了订阅我们闹辩风向的 YT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。各位朋友，闹变风向，敢嘴就来辩。